来镜头锁等来台湾，要来讲平平是国际机场，但是餐厅的数量却差真多。旅游平台针对着机场的美食来做排名，桃园机场有29间的餐厅，互评选为第3名。但是高雄的小港机场，互议员来点名，餐厅敢若1间，旅客敢若会当到超商买素食。 这个服务实在是真无合格。小港机场是出面来背回讲，已经招标新的餐厅来进驻，12月初就会开始营运。几个人心火开，准备出国去旅行，不过来到高雄小港国际机场，巴肚是腰到大肠、过小肠，伫咧遮西真侪人，敢若拢无得吃。完全没有选择。桃园机场丰富性跟多样性，还有设施什么比这边好太多，对，两个相差太多了。对，高雄要讲这边比较冷清诶，像饮食啊各方面跟桃园机场来讲的话，就 比较没有什么选择啦。桃园机场的话，就是顾客在搭车的时候、搭飞机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会比较不用担心。最起码也要有餐厅，不能完全没餐厅。最起码要有2、3间。民众拢感觉有影，尤其是3楼出境大厅，唯一1间的餐厅，即马叫围起来，想要找物件，敢若剩1楼超商和连锁咖啡厅，啊无就是要等到要去候机室，才有伫咧卖小的物件。 一定会觉得比较少的，就比较没有什么选择。那是因为住高雄，不然可能也会想要选择从桃园。高雄的话，就大概4、5分吧。香港机场有很多不同的食物嘛，但这里如果只有1间的话，那可能如果有些人介意只有一种口味的，那就会还是在意的吧。以台湾的国际机场来讲，桃园国际机场伫咧旅游平台做美食机场排名内底，伫咧全球是排第3，拢总有29间餐厅，平均餐点的计数超伫咧新台币800块，种类是真多。不过来看同款是国际机场的高雄，真正是 差价这。在餐饮的部分，外务其实会增加1家，我们现在也在另外在进行，然后贵宾室的招标，预计明年上半年会增加。小港机场的载运量慢慢恢复，为了服务旅客，机场嘛讲，招标餐厅预计后个月就开始营运，未来嘛预计有新的贵宾室进驻，袂互这个国际机场输人一截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